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2，箴言12章23到24節安尼講：明理的人藏捌知識，戇人的心顯露愚妄。溫困的手有力掌權，貧惰的人甲人做苦工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做明理溫困的人，無做愚妄貧惰的人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知全能、聖潔公義的主，是智慧甲真理的源頭。天地萬物攏佇你的掌權之下，你的慈愛永無改變，你的權能無窮盡，你的信實到萬世代。主啊，願感謝你每日的看顧甲保守，感謝你用恩典扶持阮，予阮佇你的廳內面享受平安甲喜樂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，遠離愚妄的道路，予阮面對各樣的代志的時，攏有智慧甲安靜，予阮無因為驕傲來顯露家己的無知。主啊，求你也除去阮內面的貧惰甲野懶，予阮佇面對工作、服侍、家庭責任甲信仰生活的時，攏通溫困甲忠心來完成你的託付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